呢本書開頭係我同我而家嘅太太當年咧未結婚嗰陣時候咧，佢都係記者，佢做咗個古仔咧係關於石硤尾嘅，而咧佢就去咗政府一個資料館 archive， 就睇到好多啲關於石硤尾嘅文件。咁佢就問我有冇興趣，佢知道我對呢啲有興趣，就問我有冇興趣同我一齊去睇。咁我去到嗰個檔案館咧，歷史檔案館咧喺觀塘嘅。咁咧我就發現咧好多當年嘅文件啊，甚至乎係寫住confidential 嘅，即係機密嘅。咁啊，關於有啲係當年港督因為石硤尾大火之後點樣重建嘅嘢，就當年港督寫俾英國外交部嘅一啲文件啊，計劃點樣去重建石硤尾啊，各樣嘅嘢。咁我覺得咧，睇完之後咧，我覺得好即係好激動啊！因為咧見到當年香港石硤尾第一個屋邨公共屋邨嗰個命運係咁樣開始嘅，所以咧我就決定去記錄呢個石硤尾遷拆前嘅一啲照片啦。咁咧我就如果點樣開始影呢個石硤尾咧，我就係開頭咧就會盡量去同嗰啲居民同佢傾偈啊，尤其是一個好老年紀嘅最老咁滯嘅一個老太太叫做譚好，佢都當然就80幾歲㗎啦。咁咧佢仲食煙添，好笑。咁佢都係一個人住嘅喺嗰度。當年咧佢哋嗰啲120幾尺嘅單位咧，都好多時候都係一個老人家住嘅。咁咧我就開始去同佢傾偈啦，同唔同街坊傾偈。咁之後傾下咧，就發覺咧咁有啲老街坊真係少少老啦，咁所以佢有時講唔到咩。咁講下之後，發覺個時間都好緊迫啦。咁之後我就即係用啲快啲嘅方法咧，去記錄咧每個居民喺個屋企裏邊用一個人像方式黑白照片坐喺度望住鏡頭嘅呢種方式咧，去盡快咁記錄佢，因為就快會拆啦。同埋亦都有影到外貌啦，佢哋呢個石硤尾呢個屋邨嘅唔同嘅細節啦、局部嘅細節啦，或者外貌唔同時間去。結果我諗我影咗都頭尾尾都影咗2-3年嘅，結果都完成咗。其實呢本書咧個名叫我住石硤尾，咁我唔係真係住過石硤尾，而我係俾我嗰個幫我出書嘅黎博士去同佢傾翻嚟呢個名。我住石硤尾，即係嗰啲居民第一身佢哋住石硤尾咁解。因為亦都講緊嗰張相係面對鏡頭，係講緊一個自己我咁嘅意思啦。咁呢本書之後咧，影完之後咧，就我哋揾 funding 啦，即係揾呢個贊助，就結果係揾到呢個衛奕信基金會去贊助呢本書嘅出版嘅。咁影完啲相之後咧，我就要諗下揾即係出版啦。我又冇乜呢方面嘅經驗。咁咧，後來我接觸到好多類似嘅出版。咁發現咧 MCCM 咧出版咗好多好有心，亦都出版得好，即係佢整個設計啊本書啊，同埋內容啊，所有嘢都係好做得好好嘅，好有心嘅。咁我就好冒昧咁去揾佢試下可唔可以幫我出啦。結果佢都覺得呢個 idea 好好，結果佢都肯幫我出。而嗰本書嗰個封面嗰個布咧，就係我哋揾咗個好出名嘅設計師叫做陸志昌。佢咧就提議我哋用帆布呢個方法，因為我相信係配合咗石硤尾呢種一個比較草根嘅一個感覺啦。咁結果係揾咗都大費周章咁樣去做呢個封面嘅，又要車啊、手做啊咁樣。我住石硤尾呢本書咧，係我第2本，我第1本叫做嘅書咧，叫做自己出版嘅，叫做 HKG， 就一個比較低成本，咩都自己做嘅好細本嘅一個做法。咁所以我之後我發現咗我自己做，事實上係冇呢個能力，同埋做得好唔夠專業，
所以結果我都揾咗Mary 去做呢本書。咁但係呢個 HKG 呢本書呢，就後來20年後呢，由2017年我就20年後就再版一個比較專業啲，同埋印刷啊各樣都係比較完美啲嘅、完整啲嘅一個方法。尤其是我亦都揾到最後個港督彭定康幫我寫個序，咁結果出嚟都效果唔錯。因為點解我揾Brani 即係Brani 啦因為佢哋亦都係好有心去做，專係出攝影書嘅當時係，咁所以我亦都想試下同佢哋合作。我本書同時係喺台灣印刷，咁試下係喺台灣嗰種黑白照片嘅印刷，睇下有冇唔同嘅效果。我自己都去咗2、3次去睇呢本書嘅誕生嘅。其實點解揾台灣印刷呢？因為台灣係比較出多啲黑白照片嘅書嘅，所以我希望可以有啲唔同嘅學到唔同嘢啦咁樣。後來即係喺台灣嗰度咧揾到個比較個設計師係比較即係因為Brani 嗰度咧就比較熟嘅設計師，所以就試下喺台灣印一印咁解。而嗰本書嘅設計封面咧，各樣咧係我同埋台灣設計師都一齊共同參與嘅，阿 Ling 都有份參與，有唔同嘅意見去大家都係一個團體咁形式咁樣去做成出嚟嘅。其實20週年嗰個版本咧係比起舊版咧係多啲相同埋改咗啲相嘅。咁我唔好記得加咗幾多張，同埋改咗幾多張。我諗唔係好多嘅，係我諗係10% less than 10%，十零張嗰類嘅嘢嚟嘅啫。因為咧當年係開頭啱啱回歸咗，所以對香港呢個睇法咧，同而家20年後有啲唔同啦。所以有啲嘢可以加啲，有啲嘢可以減啲，有啲可以改啲咁樣。所以就有而家呢個最後呢個20週年嘅版本啦。至於你講緊呢3種形式咧，第一種就係攝影本身呢個行為啦。咁對我嚟講咧，我諗我最喜歡就係攝影本身呢個行為。而我都影咗好多相咧，係未得閒或者冇時間、冇得閒或者冇心情或者唔想去處理嘅，就因為我非常之享受攝影嘅過程。可能我係因為我有呢個 ADHD 嘅，即係過度活躍症。咁攝影嘅呢個行為係聽講話治療到呢個狀態嘅。咁至於第二樣嘢就係展覽。咁展覽同埋出書咧，我兩樣都有做，但係展覽就比較多啲。而個分別在於，我覺得咧，就展覽就係一個 3D 嘅 dimension 啦。佢個 size 亦都可以好大，同空間嘅個展場嘅空間嘅對話有唔同啦。基本上兩樣好唔同嘅嘢嚟嘅。而攝影書咧就可以流傳好耐。佢有多啲嘅張數，佢講緊多一個更加 complete 嘅一個故仔，可能係。咁我覺得係各有各好嘅。我都想做多啲，兩方面都想做多啲，尤其是攝影書，我做得比較少啲。